伫咧彰化县65岁以上时代有7万多人，占全部人口不到13%。也因为高龄化社会需要更较侪需要的长照需求，县政府在今年唔但增加文化健康站，也推设社区的营养推广中心，希望老大人当退休又搁健康。 主食师傅当咧替时大吹卵，另外一边嘛在咧煮桥。新乐馆这几档辅导社区据点的主食，希望这老大人食会落、食够、食较对，饮食较稳。我喜欢吃鱼，多运动，多运动，多参加社团。那除了吃鱼之外，你还会吃什么？吃什么啊？对，除了吃鱼之外，肉类有一点啦，青菜比较多了。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个奶类的一个摄取是比较不够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坚果类的一个摄取不够的。那像我们这次菜单里面的设计里面，我们是有把这个由奶来入菜哦，比如说本来是原本的水做蒸蛋，我们用低脂奶来取代这个水，好，那增加这个钙质的一个吸收，这样子。目前新乐馆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涵盖13乡镇，目标是在地老化、外应老化、甲健康老化，希望打造适合长辈长照环境。来教导民众，实际上营养师来设一个营养菜单，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实际上来一起运作，然后跟民众一起共享共餐。 现场主食师傅嘛，使用客人爱食的红糟肉，甲大家料理在地食材，现场气味香清清，时代肉汤学到营养较稳的饮食概念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